真係估佢唔到啊！同珠海一路之隔，嗰邊賣緊3萬幾蚊一平方啊，呢度1萬蚊一平方喎，帶埋精裝修嘅，首期5萬蚊，月供3000零蚊就可以上車呢度啦。10分鐘步行到珠海山姆，5分鐘就可以到明珠站坐高鐵啦，20分鐘到港珠澳大橋過關返香港啊！跟住鏡頭即刻帶你上睇樓。呢一個單位就係你用首期5萬蚊攞低嘅單位啊，做到大3房啊！入門呢個位置咧，預留咗個鞋櫃位俾你。呢一個單位咧，實用率高，贈送面積多啊！呢個陽台咧係送一半俾你嘅，做到餐客廳一體化。呢個飯廳咧，一家5口翻嚟食飯完全冇問題啊！睇下呢個廚房，幾乎全贈送俾你，仲帶埋一個明窗啊！嗱，接落嚟睇下休息個區域先。嗱，做咗個大3房啊，所以咧功能咧每間房非常之齊全啊。飄窗位置幫你幫好晒啦，可以擺埋一個小梳化，仲可以整翻個 U 字嘅大衣帽間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洗手間啦，做咗乾濕分離嘅。喺呢度樓下咧仲有埋泳池、會所同埋商業街啊，衣食住行完全冇問題喎。10分鐘咧你就可以行到珠海山姆購物啦，20分鐘就可以過關返香港啊！首期5萬蚊，你話你仲睇咩二手樓啊？月供亦都係3000零蚊就搞掂晒㗎啦！有興趣 call 我帶你睇樓啦〜